在真侪年节的时阵，拢会出现花这项产品。咱拢知影讲金秋开花是好结果，厝前厝后才会当得财宝。所以有真侪人拢去到花市，想要买一寡花放伫厝里好过年。台北内湖的花市人也是吵，有店家表示讲，这几工仔的生意有影是真好。 内湖花市4块位啊，过年前闹热刺，警察无闲咧管制交通。花市内经花买花的人搁较是袂少，真侪民众就介意花的香味甲喜气。都百合比较多，百合啦、牦牛啦、那个迎春花，这个都是啊，应景的花都可以。哎，大概拢会在去哪久啊？都过10几天吧。它是凤梨花嘛，旺来嘛，就可以讲看大家较好诶。头家讲，即阵啊，大家较会注文的，就是菊花、古翠花等等，色水较大瓣的，有招财意气的花嘛，真手气。花市内除了买青花、砍束花嘛，真侪人去交关。 可以久放啦，然后我觉得它也是变成另外一种特殊的花材啊，就是它跟鲜花当然是就是各有各的特色。他们会买这种花束，然后很方便，然后放在家里布置用的啊，然后放在送人用的。买的人数有没有比之前可能多几成？大概2、3成是比较多人。头家讲，即马有真侪长辈会买进口包装好势砍束花，登去拜拜，嘛算是一种传统形态改变。另外，初三是西洋情人节，粉红的花蕊嘛真受欢迎。观察花市内，毋但有花时代爱来，嘛有袂少的少年人来踅。花市这边一直到29，拢是24点钟来营业，有需求的民众会当来参考。记者陈雅文、邱凯台北报道。